道的见证，徒儿修道的证明。好，谢谢大家。首先，哪一位前贤要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吧？诗婷前贤来分享一下，可以吗？好的。好，谢谢。点传师晚安，礼让晚安，各位前贤晚安。后学先小小的心得，所以先讲后。老师说啊，先自我改善、自我改变，才能吸引他人。那常听讲师们啊说，我们学道修道，再去度化众生。那众生有两类啊，一种呢是内在的众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疑慢啊、爱物欲等等。那再来呢，外部的众生，就是像我们的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其他人，凡是有知觉、有感情的动物，都是外在的众生。那我们先把内在的众生度化了，也就是彻底了解道理，去除贪嗔痴疑慢爱物欲，那才有这个能力去度化外在的众生哦。那别人看你十足的道气，就劝化别人来求道，才有这个说服力呀。后学也是因为在佛堂渐渐这个了解道的殊胜，才有这个自信去想要去度化他人，才会去开口的。那另外呢，度化内在的众生跟度化外在的众生，就是内圣外王的功夫啊。那以身作则，以德服人，不可以只顾着自己求取快乐，而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哦。那有一句话说啊，石头嘛，石中有火，不打不发；身中有佛，不修不成。这句话说的恰到好处哦。石头一定要摩擦碰撞，才能够激起火花嘛。那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说我们有自信佛，但是呢，不修不成佛，与前贤大德们共勉。老师说啊，修道要常接近佛堂。我们修办道有三不离，对不对？不离道场就是不离佛堂啊，不离前贤也就是不离善知识嘛，还有不离经典。其实呢，佛堂啊，可以分成我们的自性佛堂，还有有形的佛堂。自性佛堂，我们求道的时候，讲师都有讲说，玄关窍就是我们的自性佛堂。那有形的佛堂呢，就像是我们善堂啊，我们的这个爱祥佛堂啊。那我后学记得，天佛有词句说，有形的佛堂是天堂的介绍所啊，学佛的改良所，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那佛堂的摆设也是很重要的。那佛光呢，我们在佛堂啊，接受佛光这个普照，能够启发我们纯真、善良、美好的本性，接受道理的熏陶呢，自然而然照道理去做，就会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呢。后学也是觉得，好像自己，我不知道是不是知足常乐。后学觉得自己的命好像慢慢的走向光明这边。那老师有说啊，佛光的普照是无形的，佛光有万道光芒，突
佛多一次接近佛堂，就多化掉你们1分的秉性，软化1分顽固的心性，而上天在化解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改变。后学原本不太喜欢待在佛堂的，因为在佛堂啊，必须仪容要端正，然后讲话，后学总是觉得自己讲话跟旁边的前贤好像都不上。其实后学，之前比较是可能还不够，那个磁场还不对吧？因为就不喜欢来佛堂。可是啊，因为听那个讲师说，我们如果来佛堂，我们的9玄7祖才能够跟着来佛堂。所以呢，后学为了让自己已经过世的外公外婆能够来佛堂听经啊，所以硬着头皮就是硬着头皮也来佛堂就对了。那可是常常来，后学觉得自己也受惠啊，因为常常来佛堂，可能佛光真的有改变掉后学很多不好的习惯，那不好的秉性，那后学常常觉得就是常常笑笑的，就是对家人对朋友，然后对我就算对路人也一样会就是会打招呼会做什么，可是就是后学觉得自己有改变啦，可是不是当下，是晚上的时候，或者是事情过了之后，后学觉得真的好像比以前更好。后学觉得佛光真的是万能的。常来佛堂后学觉得老师说的很对啦，然后老师说不妄求得心安，不妄作得身安。这是安身立命之道嘛，其实就是知足常乐啊，不去羡慕嫉妒那些我们根本用不到的一些虚荣虚华，值得我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足啊，帮助别人使我们快乐，度化他人使我们感到满足，使我们感到自我成长。后学报告到此，谢谢大家。谢谢诗婷的浅显的分享。他虽然在修行的路上呢，可以说蛮之前了哈，但是他很用心在理念上，还有在修行的一些方法上都很能够去很正确的跟我们分享啊。当然，在分享过程当中，他的一些理念也是都很棒的好，谢谢诗婷浅显的分享。还有哪一位浅显要跟我们分享的？因为今天老师的指引呢，跟我们说先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后学也是觉得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首先我们要先自我改变、自我改善，才能够吸引他人嘛。因为我们没有踏入道场的话呢，我们就不晓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行为是不当的，有一些言语是不当的，有一些思想也是可能不正确的。但是当我们求了道以后，我们对道有真正的去了解，
真正的去学习的话呢，那我们才知道我们哪一方面要改善，哪一方面要做一个调整。就好像比如我们跟别人说话，以前我气可能会比较大声，但是当我们求了道，学习道理以后呢，我们就慢慢的口气呢就会改善，就会自我调整，跟人家讲话呢要比较轻声细语一点，讲话呢也要讲一些正面的正能量方面的，不会去跟人家讲一些负能量的，还是去跟人家讲别人的是非。我们就在无形当中呢，去慢慢改变自己，让别人觉得说，哦，我们在求有道以后，在修道以后呢，真的有去落实在自我改善，还是落实在自我改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先以身作则，做一个改变的话呢，你要去影响别人呢，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人家以前会跟我们说，我修道了，我修道以后还跟你一样的脾气毛病一大堆的话，那我宁愿不要去嘛。所以呢，在修道的修道的过程当中呢，要先改变自己，因为你有改变了自己，你才能够影响别人嘛。修道不是要去改变别人是要先改变自己，然后你自己变好了，然后人家感受到好了，人家慢慢才会去接受嘛，才会去有一种说，你们这个道真的很好呢。你自从修道以后呢，一些不必要的毛病脾气呢，都有改变的所以呢，要先把自己的品性修好，然后真正的人家才会感受到道德好，道德珍贵，道德殊胜嘛那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当然要常常接近佛堂嘛因为老师说不要小看我们来佛堂没什么嘛，这对我们都有潜移默化的好作用嘛。对不起啊，喂，蛋姐，饿了。因为真的来接近佛堂，虽然我们来佛堂觉得没有什么啦，有时候就是做一些会师，还是做一些来上课听浅显大德的慈悲。当然在过程当中呢，受到佛光的普照是无形的嘛，但是对我们的浅显大德给我们的感受就有潜移默化的一些作用嘛因为有时候我们说某某浅显呢，他修为很好，我要向他学习某某浅显呢，礼节做得很好，我们要向他学习。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慢慢去感受到道德好，道德真，然后反观自己，反观自己要向浅显大德学习，那无形当中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嘛。虽然我们说，不会像以前那个禅师大德顿悟啦，还是什么，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嘛，还有累劫累世所带来的一些习性秉性，我们有时候呢，在无形当中呢，就会流露出来。在流露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要有一种觉知，说我现在在修行了，
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随时要人家以前有电视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嘛？但是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不能拿这一句话来搪塞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是你喜欢什么就可以什么的了。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是随我们的习性而去改变嘛？所以呢，我们在佛堂当中，就是要潜移默化，把我们过去的习性、理性都把它软化掉，都把它除掉。所以呢，我们在佛堂的话，我们是不是修佛性嘛？佛性不用修嘛，我们是要修我们的习性嘛。而我们的习性就是我们的毛病啊，我们的脾气啊，我们有一些不好的嗜好啊，我们通通要把它化掉，通通要把它摒除掉，把我们的活性呢恢复到光明、光灼灼、颜灼灼、光灼灼的嘛，把我们的活性恢复到很清净的一个地步嘛。因为虽然说我们的活性本来就很清净的，但是因为我们累世累劫受到的习性秉性，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呢，还是八识田中当中呢，还是存在着有一些我们不好的习性跟不好的脾气。那我们在佛堂当中呢，看到前贤他们的修为，他们的德性，我们呢慢慢的去效法，来改变自己。所以老师说呢，我们倒是用每一分钟来修，我们要时常注意到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有偏差了，呢就要赶快把它导正过来，让我们每一天的心性有没有涵养，遇到无明来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把它化掉？涵养我们的心性，这才是最重要的嘛。那就是这些，不管是用每一分钟来修，还是用每一分钟、每一天来养性，这都是要日积月累，慢慢的去用功夫的，慢慢的去用功夫的。所以呢，不管你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职场当中，还是在家庭当中呢，有时候会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因为家庭当中呢，就是比较随性，它比较方便，但是方便当中呢，就不要有时候会太随便，这就是我们要去克己的功夫，克己的功夫，你一定要克制自己，不管是在职场上，还是道场上，还是在家庭上呢，有一些细节我们还是要有用功夫去认真的思考一下那修道是很幸福的事嘛因为我们如果都觉得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可以来求道，我们可以修道，我们可以来学道。当你有认识到这样的话呢，那你在修行的路途上呢，一定是快乐自由自在因为你懂得不妄求嘛。不妄求呢，就是我们不会去执着，不会去分别，不会去妄想嘛。那你不执着、不妄想、不分别的话呢，那么你对世间的一切事呢，就没有有很大的心念用在那边了，那么你的心呢，自然就可以安安稳稳不会像
像说我们心呢，一下子是天堂，一下子呢就是地狱。在天堂、地狱当中呢，你的心就是没有求一个心安稳的心嘛。你没有安稳的心，就好像股票一样，股票呢今天涨100多点，收盘的时候呢跌100多点，那上下起伏不定呢。我如果在那个股市当中呢，那你的心就会随着股票的浮动呢而浮动嘛。那么不妄作则生啊，就是不妄作，就是说，如果对我们身体有不好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要去做嘛。就好像我们在十二页里面有杀盗淫妄酒嘛。杀盗淫妄酒这些的话呢，如果不妄作，不去碰那些东西的话呢，那么我们的心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就像那个孝经跟我们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嘛。我们这个身体呢，要用在好的地方嘛，不要用在不好的地方嘛。那么我们的身体就自然会健健康康、安全无虞嘛。如果我们懂得面对环境跟心境，所以可以感恩跟感动嘛。这是因为我们修道的见证。因为我们修道呢，最重要就是要懂得感恩。你懂得感恩呢，你才能够感动别人嘛。那我们修道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会了，因为环境不会改变，只有心境改变嘛。那心境不能改变的话呢，你是要活在环境当中，还是要活在心境当中？比如在职场上，就好像说在职场上，或许然后以前刚亲口没多久的时候呢，去我们工厂上班，因为或许不能抽烟的嘛。可是在面对同事的当中呢，都同在一个冷气室里面。冷气室我们一个班差不多有10个人。10个人呢，差不多八九个都抽烟的嘛。在冷气室抽烟呢，那种味道真的有时候呢，或许还会想说，抽烟好像人家说的饭后一根烟呢，饭后一根烟呐，活得像神仙呐。或许有时候会心里去想如果能让我吸一口烟多好。但是呢，因为我们有戒律了嘛，会自我约束、自我节制嘛。所以呢，你既然在这个环境当中，环境不能改变，当然你的心境就是要改变嘛。我已经受戒了，我不可以跟以前他们的行为思想一样嘛。所以就会克制自己。如果人家在抽烟的时候，我们就离远一点就好了嘛。把工作做好，离远一点就好了，不要在那边吸二手烟就好了。所以呢，你是活在环境还是活在心境，由我们可以做主的嘛。我们修道就是要学习怎么面对环境。环境既然不能改变的话，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境。这也是要我们用一些功夫慢慢去调整，慢慢去调整。当然，有的人会一时克制不了，会跟被环境同化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克制自己，在修行的路上呢，既然你觉得修道是很幸福的事情，可以把我们一些不好的脾气毛病改掉，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
也是好的啊。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呢，那么你一些不该做的行为呢，你就不会去做嘛。所以呢，这是或许的心得啦。还有哪一位前贤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们请辉煌领任好了。辉煌领任有听到吗？有听到吗？有听到，谢谢。好，点是领任，不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前贤，大家晚安。今天济公佛耳慈语，就是说，徒儿今天修到了吗？修到了没了？我们先要自我改善，自我改变，才能吸引他人。就是说，我们修到现在，我们都说，咱即摆拢讲咧修道嘛，但是咱有先自我改善、自我改变无？咱若是讲还未修道，进前安尼，修道后咱去安尼，咱无改变，咱咧甲法度人好，迄个吸引别人。人讲你修行学道遐久啊，但是呢，你的脾气毛病，你的歹习惯拢无改，看着人就无一定，咱是咧修道啦。那么咱咧甲法度去吸引别人，绝对是无法度。那么咱就是讲爱自己呢，先彻底了解道理了后，才有法度呢，讲互别人听，因为你对道理本身都无认识、无了解、无去研究，你敢有法度去导人去讲，绝对是无法度啊。讲世而后知不足，咱就是修行学道当中，咱就是不管啥时阵拢咧学习，拢咧精进。咱有精进，有学习了后，咱才有物件讲互人听。咱看行为有改变啊，咱修道进前，脾气毛病遐尔歹，但咱修道了后，咱有改变，咱讲这毋才是咧修行学道。咱会看人呢，毋是干那讲尔呢，咱来去做，一定爱知行合一。那安尼咱较有法度去将这道理讲互别人听。所以，迄个大汉毋则讲咱要修身，爱先修身啊。咱家己若无修诶身，咱诶家甲法度好坐，绝对是无法度啦。咱家己本身无做，要去讲互人听，人绝对袂接受。所以就是一定爱言行合一，安尼咱若是有言行合一，自然顶呢，人就讲这个道做好，这个道安尼做好，毋只安尼较是咧修道。所以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呢，拢是道的这个代表者。咱若做了好，人讲这个道袂歹就对。咱若做了歹，讲我惊我若去求道上安尼就害咧所以咱每一个人一举一动都是代表道咱若做了好，人讲道好；咱若做了歹，人讲道歹所以咱每一个人是道的这个代表者所以咱一定呢爱谨言慎行爱修咱自己安尼咱修的当中，咱若要改变，若无先以身作则安尼的话呢，咱绝对无法度去感动别人绝对无法度去感动别人。再来第二点来讲，咱修道呢，爱时常呢接近佛堂咱茫小看讲来佛堂呢无啥物货这对咱呢拢有迄个潜移默化的这个好作用。人讲你若是交好人做伙，你人间会变好人；你若想交跋筊的做伙，你人间会惊去跋筊；你若惊啉烧酒做伙，你人间会啉烧酒。但是咱来佛堂
接近了了这个大善知识，咱人讲因为伊就是讲咱学习的这个对象，就是讲人讲见贤思齐，见不贤理类自省。咱大家活动看着前辈者遐慈悲，遐有修养，咱嘛想讲咱要学伊，咱嘛要学伊就对安尼。所以咱问讲来看这个活动无什么会，迄就是咱会渐渐的受伊影响安尼会当来改变自己所以咱问讲看咱受讲的普照，因为迄是无形的迄是无形的当然接近活动一定会当改变，所以毋是讲咱有三不离的功夫，无离开活动，无离开大善知识，无离开经书三不离的功夫对因来讲足重要咱去来活动，要来修行学道，咱会认为讲这道好咱毋啥要来改变咱来的时，是安尼，咱拢一直袂改变，因为伫修的当中咱就是爱精进，爱不断的精进学习安尼咱毋才有改变的机会你若要来活动拢伫职场上、伫社会中无接近着这大善知识无听着道理，咱要改变困难咱拢认为是咱拢好人就对啦，逐个嘛每一个嘛讲讲伊是好人，伊敢会认为讲伊是歹人？伊认为伊无骗人无贪人，安尼就是好人啊敢是安尼？但是咱来活动了，看了迄就无共啊咱知影人清高素质，咱首先就表现着咱仁慈的心迄个人的表现伊要来修学道，伊就表现袂出来所以讲要食素食，毋是遐容易呢我让认真等者有一个处长，等下我有代志要对爸，甲阮爸处理者，等下麻烦你主持一下有一个处长。好，有听到。好，谢谢。我来处理一个代志一下。好。所以讲咱一定爱多接近了这个活动安尼呢会当呢化掉咱一步的这个秉性，因为呢，咱的秉性就是秉受着6万年来这业种子。有时咱讲咱无爱发脾气，但是迄个见教呢，咱的无明又会起因咧修就是修安尼尔因为要修足简单啦，逐个无事的时，逐个拢好好先生啦。但是当境内，咱是毋是有法度好做事？这个款修行的这个境界啦这个是咱的秉性，所以咱若时常来活动，自然点呢咱这个秉性就会点化掉咱的这个本性，会软化咱一份顽固的这个心性心性要改变，就是看咱对修行学道的时阵，有时是反观自照无有见贤思齐无安尼，若有咱自然点就法度好改变着咱的心性而上天呢，咧化解咱的时阵呢，会互咱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渐渐来改变。即是讲咱的道是用每一分每一秒来修的，就是讲咱每一个时阵，无论是职场上、家庭上、工作上，拢是咧修咱一定要学咱的这个本性所以咱一定要真正用功夫去修毋是迄个讲的尔就对，咱一定要脚踏实地，安尼咱才有法度好改变再来就讲修道是真幸福的事嘛因为呢，咱伫修行的当中，一定是真感觉讲修道是真幸福啦因为呢，咱知影袂去妄求啦，
恁心就安。因无去妄作，心就安啦。拄啊是心安，即嘛心安就对。哦，这个就是爱安心立命，安尼。所以呢，咱若知影人讲面对环境甲心境，安尼咱自然，是讲咧修行啦。所以咱一定爱知影人感恩感动，因为呢，你有去修有去行，师尊讲一句讲，唯有身历其境才有的影响。这互我时阵讲，你没有身历其境，你要感动困难，你无去亲身体悟，无去行过，人咧讲，你一知半解，讲归讲，你有真心去感受着，人咧讲，你就是有感受到啊，所以这是讲迄嘛是讲咱有感动了，迄较是讲咱伫生活当中渐渐呢，有了去印记，所以像六祖呢，伊虽然得到了五祖的生活了，伊嘛是爱去见识，伊还未去五祖遐时阵，伊就已经有喜悟啊，有见识，但是伊是安怎要去拜五祖为主，要去证道，咱嘛是相像啊，咱得到道了，知影道好了，伫做诶当中，咱爱去体证，你有去体证，迄较是你诶，你无去体证，迄是别人诶。咱讲师所讲诶，是伊诶体证，伊诶心得。咱听了后有感受，咱去做另康诶心得，咱有去迄个有去做啊，咱有所悟啊，迄个人来感受。以上是佛学的报告啦，感恩，好，谢谢，感恩咱辉煌连任感恩这家人好的分享。那么下面呢，我们是不是来请那个文玲，你来分享一下？好，感谢处长慈悲，也算是处长，各位领任、副领任、后勤大的大家晚安。晚安。这一篇济公佛法词语除今天修到了没，你讲爱自我改善、自我改变，才能吸引他人嘛那伊有讲到这个修身较会当来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己没有以身作则，就没有把自己品性修好，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请咱这个大学来对讲的，中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这就是讲咱每一个人修身啊，这就是讲咱的基本啊，咱家己若无以身作则，就是讲亲像迄个人讲树头若徛好栽，就毋惊树尾倒风台啊，所以咱讲咱有理会行遍天，无理就安怎寸步来。所以这个理伫咱的身躯顶，这个道理咱的身躯顶。咱每一个人所负着，就讲咱的这个德行，咱也展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你行去较对，你拢徛会知，你拢行会通啊，不会有所阻碍啊。像咱以身作则，就是孟子嘛讲，行有不得啦，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嘛，所以咱若当着一切人事物若不如意者，咱就爱反躬自省。咱其实求这个道理，咱自身，咱就是讲会当着一寡足不如意的代志，但是咱是反观自己的咱袂使去拢去怪着别人，讲别人叫啥物货，其实我们是一切拢是，所以嘛有人咧讲。一切拢是咱家己的唔对啦，你搁较安怎反观自己啊？像即个孟母啊伊是孟子的妈妈，伊是一个嘛是做有德行的人。伊迄阵因为要教育即个囡仔，所以嘛搬过三摆厝，搬过迄个头先因是住伫即个阿公阿婆，所以囡仔学习能力足强。
啊，所以呢，囡仔了吼，伊就呢拢对人咧甜甜透透，所以呢，伊就要互伊更较好诶环境，再来搬，所以到尾第二次伊就搬去即个菜市仔遐，菜市仔遐就是有人咧来开猪倒院嘛，啊伊即摆囡仔嘛会学啊，啊所以呢了看嘛会学安尼啦，所以呢因妈妈看这毋对啊，紧赶紧过来换一个更较好诶环境，所以因搬去到即个学堂附近。啊，学堂附近都咧教一寡即个祭祀啦、礼仪这些，啊，所以待人处事的一些、做人处事的一些这些，那伊即马就会当学这物件，所以伊妈妈就较放心嘛。所以孟克啊，伊上学之后呢，伊天资是非常聪明的，伊嘛做好哈，但是一久了呢，囡仔会感觉无新鲜感，所以伊嘛厌倦上学。所以伊有哪会来贪玩，会逃学。有一天，所以妈妈叫来即个面头前，伊将伊妈妈有咧织布嘛，即个织布机上啊已经织布织一半，伊将即个遮全部的布拢交长，所以孟母啊，伊就来讲，你荒废学业跟我现在剪断，这已经织一半遮的布，那安尼有啥物差别啦？伊了话，因妈妈做用心的咧教伊啊，这嘛是一种言教跟身教的一个展现啦。所以因妈妈了话，就是讲，我已经日积月累，逐工安尼织遮布啊，就亲像你安尼逐工去读册，你安尼样样无读啊，啊你也荒废学业，啊咱这就是讲要教即个囡仔，会当互伊会当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人，那所以了话做用心的，会当互伊专心来上学，所以他从此之后呢，就袂去拖懒啦。孟母伊是一个德性的妈妈，所以伊小时候啦伊看到邻居咧害即个猪啊，伊就问伊妈妈讲，邻居现在在杀猪啊是要干嘛啊？因妈妈单随口凊彩应者讲，伊太猪想要互你食啊，毋过当下因妈妈伊就做后悔啊，伊就觉悟到讲我真讲毋对话啊，因为我是凊彩应你尔。我凊彩讲，我忘记，就是讲我忘记我欺骗伊。但是我真是安尼咧教囡仔，但是呢，那安尼我嘛是我家己就是讲白菜啦，我不诚实啊。所以他立刻去跟邻居就去买这个猪肉，要倒来互伊食。所以这嘛展现讲，因妈妈是一个守信用的，伊竟然安尼讲。伊若讲无去买话，囡仔会怎啊想讲妈妈头拄有讲安尼啥人我无食着遮物件，所以呢，这就是讲，因妈妈讲会到，就是爱做会到，所以这个孟母言必信，行必果的一个身教言行要一致咱讲话讲出去咱就是爱做到到，所以咱做代志是爱坚持到底像这个古代迄个大舜。尧舜禹的这个舜帝他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他道德修养非常好，所以呢，孝顺嘛是讲咱每一个人的根本百善孝为先，但是以修身伊就是修身能够来齐家，所展现这个德性，伊嘛让人家感动很感佩敬佩，所以当时迄个君王尧帝伊决定将这个天下要来交互伊，所以人民就可以过得非常的幸福，所以进一步伊会当来治国平天下。当咱若讲真正来修养咱的身心，咱嘛会当对咱的家庭社会，咱会当产生足大的力量，所以嘛会当唤醒咱身边的周遭的人的善良的本性出来。这个第二段。所以他都是领先嘛有重点，因为修道就是要常接近佛堂，所以就是讲咱讲的，咱佛堂下咧讲的，修道要三不离嘛，不离开佛堂，还有这个善知识，还有经典圣训这些，所以你来参班的修接受我们佛光的普照咱来听讲书讲书会听这个法语的一个滋润所以这法语滋润，咱坐伫台下来听点外钟甚至2点钟。其实你若讲有法度讲讲师所讲的话，你有法度将伊一句话摕起来受用我感觉安尼你
今仔听即节课嘛是做有意义的。啊，咱的譬如讲咱的脾气毛病，咱逐个嘛是讲多多少少啦吼。你若从这，咱来讲碰到这代志，咱来内心啦吼，即个心境，咱会当去把它转化一下。啊，搁即个因佛堂拢是善知识，啊，搁即个经典正训，伫经典正训所讲的，咱的道义方面，是讲咱咧讲的这个经典这，所以这咱拢接触得到，这也受到这个真理的一个教化的熏陶，这对咱是拢有好的。啊，像昨领林某讲的，所以你接受着啥物的环境，还是啥物款的人，你这嘛是拢足重要。啊，所以你若讲囡仔对细汉就来接受着咱的佛堂，这一个佛规礼节的一个教化熏陶，其实对伊嘛是拢好的。像为迄囡仔迄个，之前咧也说咧，我嘛看咧做爱笑。你看伊拢请伊带因去佛堂，啊，你看竟然伊会想要因讲要遐点的，讲要一直中央会万法得超人啊，咱若看了嘛是。有咱也足好笑，啊嘛足感动的。你若看囡仔，啊你若看伊若知影一错再错三错，你若看像这，啊你细汉伫即个环境，你人工起来，对因来讲，这嘛是拢潜移默化的啊，第三段你修道是很幸福的，咱若懂得不妄求，心就安；不妄做，则身安这些啦吼。面对这个环境心境，咱会当感恩感动。这个如何修道的见证，因为有讲到这个妄求，咱妄求妄做是讲咱有迄个妄心嘛吼，啊，所以这个妄心，咱就是生足济的这个就有贪求嘛，因为清净经内底有讲的，咱就贪求，所以咱就有生迄个烦恼出来。那这个烦恼妄想，咱若转做这个菩提心，咱就袂忧苦咱的身心啊，因为它两者是一，不是二。是看咱安怎把它转化而已，所以你能常潜其欲，诚其心啦，你啊看咱时时就是讲爱去观空嘛，啊观空就是讲叫咱爱回光返照嘛，所以咱面对顺境逆境啦，咱迄个心境就是讲咱的真如本性会当如如不动，所以咱常因常静，常应常静，咱会当常清净，啊人会当常清净。天地喜皆归啊！你跟他，我们的心声跟天地，你看都同一个本体，同一个根源的，咱就是拢交融合在一起的，咱的心得交安尼啊，那后续就分享到这边了，浅见啊，我想要讲感恩谢谢啊。好，谢谢，感谢咱文玲文玲拢足自卑的，啊足客气的。足谦虚的，大家拢讲好势分享一点点啊，啊不要讲啊，结果呢侃侃而谈，谈得这么好下面呢我们还有谁？黎香吗？黎香有在线上吗？您今天固定班底耶，黎香要不要分享一下来？或是今天忙了一整天很累啊？姑姐慈悲好，把人分享。是好，那或许就你说。或许我人还不谢谢，来自好 ，OK， 好。那各位浅显点粉师，今仔日呢，咱看到这篇济公活佛的处语。那上一周我们也是谈到徒儿今天修到了没？那上一次我们像或许谈的，就是谈到反省、省思。就是我们学习咱圣人的不二过，那学习原圣人的不二过，就是我们要有那个觉知，因为第一个念头一个起起来了后，我们要有那个觉知，袂使个等甲行为个出来。那当然，济公老师告诉我们说，要先自我改善，那或许也是觉得说，自我改善是针对咱的内性，要安怎有法度通好自我改善？因为咱拢时常知影讲透过真理，透过真理就是怎么样在养性。你了解真理了，因为真理是咱的精神粮食。如果咱若无透过真理的话，
你说你要改变，有时候拄着委员来的代志，那你人看讲你就徛袂掉啊。委员的代志发生，你的潜意识里面的那一些东西，你的习性、你的秉性、你的惯性，就规个拢夹起来啊。昨天呢，其实昨天或许叫咱一直翁先生有在赖，结果呢，或许很惊讶，因为呢，翁先生竟然甲咱或许讲一句中庸的一句话伊甲咱讲：莫见乎云，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呢，互学坦白说，当下互学因为无读过这句，或许没有读过这个经诗，所以呢，伊甲咱讲安的时阵呢，互学迄个时阵心内是足恐惧的呢。你敢知？感觉讲这句话真好啊，但是真正的意义是啥物？互学并无清楚。后来呢，或许呢，就慢慢去甲伊体会也好，去甲伊收集一寡资料，甲伊看。原来伊就是咧甲咱讲啥？讲在别人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慎重谨慎迄个慎行的对啊，就是爱心中的行事。在别人没有听到的时候，我们更要保持清静，唔通想讲无人伫遮，无人听到。所以呢，我们要保持清醒不要认为隐秘的地方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会让大胆去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所以呢，在这里呢，或许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嘛是实际。伊讲有一寡官员，他们在写那个迄个全球回顾诗安尼的话，因讲安那，因讲因第一届接受人的贿赂的时候，第一次就是要做歹代，接受人的贿赂的时候，其实他们内心很不安，内心很不安内心很不安。这个内心不安，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良知，就是我们的根本。但是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伊就麻痹去啊，他就没有那一种感觉了。所以呢，老师跟我讲，要先自我改善家己改变。但是伫这个咱的大学内底呢，嘛有跟咱讲一句话，讲古君子心心不以温味，意恶以动机，也就是讲君子谨慎我们的心物在很微妙、很微小又隐藏的很好的当下，这拢无人知影，唯有我们自己内心最清楚这个时候呢，你要有那一种能力去遏制它不要让它怎么样遏制这一个动机，也就是严圣人的不二过，不要让它产生了这一种行为出来所以呢，觉得我们欧先生其实他道学很好，本来或许想要他起来分享，因为互我发现伊看过的册就要有几部车但是他总是很谦虚总是很谦虚。所以老师感恩讲爱先自我改善，就是我们要透过经典，我们要透过经典去了解像这个慎独就是怎么样谨慎独处。谨慎独处呢是一种的情操因为呢你有这个情操你又可以知道你的良知在哪里，那么行出来的也是你的修养然后让我们怎么样自心跟外面的这个身都很坦荡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从内心先改变起但是要改变到咱的内心，如果嘛无透过圣贤或者是这个圣贤还是这个佛菩萨因的经典来给咱做一个教化，其实我们都是在外围，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外围在这里绕。你若顺境的时阵没有事但是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逆境的时候，人讲来讲一刻的跳倒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老师一直在叮咛我们要先改善就是先改善咱的心性，提升咱的内心的思维如果我们要提升我们内心的思维，那安尼就是爱会当互咱的自信会当长处清净啊。其实让我们的自信长处清净，也就是咱世尊在讲的啥以改为师，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本来的清净的啊。如果你常常让它动荡不安，其实这样就已经是破戒了，这是无相戒呢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读书会，我们这些勤贤，也就是我们道中的这一些种子种子人才，我们更应该要从怎么样经典去下功夫。这是或许最近跟翁先生有在赖的时候才知道他的道学真的是真正足深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效法，也要赞叹的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段，常常接触到道场，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三不离，前面的前贤呢已经都谈过了所以呢后面老师才告诉我们要道是什么？道是用每1分钟来修的。那我们事先要先了解道就是一条路，而且这一条路是向上的路，可以让我们一个歹人会当安怎互伊变好人，好人会当变君主，君主会当互伊成为圣贤所以这一条道是绝对的这条路是绝对的，是向上提升的一条路。只要咱无放弃，只要咱有安怎自我改善，内性化王，那当然就是要先从内性先改善啊。如果你内性无改善，就较拄前辈才讲的，前年才讲的讲你叫你去行你安尼遮尔久啊，但是你的脾气毛病嘛拢无改变，因为你嘛是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人家如果跟我们一起走的话，伊嘛会惊讲叫你做伙修行，结果嘛是像你安尼嘛拢无改变啊，那道到底有多好？他看不到他看不到，所以才让我们知道说德是一条向上提升的一条道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背诚和解，为定合格，也就是讲我们要远离这个什么内心心境，要远离这个尘埃，我们要认清楚凡是世间法拢总是有生命，所以这个世间的一切有形象的东西，它当然是有生命的。那我们不应该把重心放在这里，我们要活在自己的一个心境上心境就是法界了。所以呢，我们不是要去改变我们的环境，是要改变我们的心境。刚才咱领人嘛有跟咱讲过所以呢，跟咱讲上这个啥呢？老师跟咱讲的讲，每1分钟拢是在修行，拢是在修德用每一天来养性就是叫咱要精进每一天来养性你用什么养它？就是或许刚才说的，就是真理如果若无靠着真理，圣贤先父的真理来给咱洗礼，你就盲修瞎练。人讲咱六祖大经嘛有跟咱讲不识本心，学法无益所以到头来若拄着违缘的代志，去用考甲翘翘的，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年点到的拢有这么多但是走啊一寡人就一直流失，一直拢散去虽然点真多，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想过，到底这一些人为什么不留在道场为什么没有留在道场跟我们一起学习这是我们要去检讨的所以甲咱讲修道本来是一项最幸福的代志，或许会觉得说修道很幸福修道很幸福，只要我们懂得咱无妄求我们没有妄求，
你心里很安啊，因为一切都是什么因缘所生，你一世人要住偌济来，拢是注定好的啊。会记细汉好些吼，伫住工厂的时阵，少年毋是细汉，住工厂的时阵吼，边若加班，较有趁着加班费，啊囡仔就感冒看医生。所以，互我的妈妈呢，拢甲阮囝讲安怎讲，你这食钱干，恁妈妈若加趁着偌济钱尔，恁就拢随知影通甲开去。这表示什么？咱或许这个啥，福报就甲安尼尔。啊，若搁较济出来，就换出去呀，就流出去呀。啊，要靠用啥物才会当甲你流出？啊，就是互咱的家庭袂平静啊，还是有一寡代志啊，是叫去翕到一张红单啊，种种啊，都有可能。所以呢，甲咱讲啥，咱不要妄求，因为这是咱已经过去累世所种的因缘得来的福报。只要我们不妄求，那我们心就很安，很安定。如果没有妄做，那你的身也不会感觉安嘛，你的身躯嘛会感觉讲，因为这身心是一体的啊。心若安，心得安啊。所以才说安身立命之道。所以呢，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或许以前也谈过，遇到顺境的时阵，我们要感恩；遇到危险的事、逆境的时候，我们除了感恩，还要加上忏悔。如果我们都能够时时这样的话，反省自己，那相信我们在修道这一条路，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可以大放光明，大放光明，更自在。好，那后面呢，我们就或许分享到这里。我们先来请这个，这个王副娘人来吧，王副娘人有没有在线上？王正二，有，好，请你分享一下哈。感谢慈悲哈。点师处长两位领任及各位浅浅，大家晚安哈。那今天我们读书会就是分享济公活佛的指引。其实前面文林都讲得很好，然后我们处长也跟我们补充得很不错哦。当然或许感受到了，就是说在今天的内容里面，老师第一段告诉我们今天求的道，事实上就是要先自我改善、自我改变，因为我们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缺点，都有缺陷，所以老师特别强调，我们先反省自己，改变自己，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吸引他人，因为我们要去度人，人家会跟着我们走。即使我们度来求道了，如果你自己的脾气毛病没有改变，其实他也不会待太久就离开你的，你的吸引力就没有了。所以自己要先彻底了解道理之后，因为我们听了昨天礼拜一那个明德班听的那个美纯讲师跟我们分享，其实他身为一个老师，他都很慈悲哈。因为其实我们都修的不是很好，所以也是很多的不足的地方。要讲道理给人家听，坦白讲，你的修为到哪里，你能够站上那个法王宝座，真的不容易啊。但是一贯道的那个修持的法门，让我们每一个道亲要想学的都有机会来上台来表达，然后准备一些课程让我们去了验，让我们去学习，这是相当不错。当然各个宗教可能要像一贯道这样的一个作为可能比较没有了，像佛教都是要法师嘛，那一贯道就是要讲师，但是都是要透过磨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去了解真理，真的就是它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些秉性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了解之后才能够去讲给别人听老师跟我们讲，先修身
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我们一个家庭，像我们的父亲人，他们全家辛苦的人很多，但事实上我们要了解，一个头一个领导者就是你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才能够影响其他的人从自己的身上去修起，相对的才能够齐家。但是齐家坦白讲，每一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他不一定完全都信服你不管你是他的父亲、母亲还是什么，其实人家都在看子女也都在看。如果我们修的不是很圆满，他们也不会跟着我们修了那我们用强迫的方式，其实也不会长久。这个像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你拍的越大力，它反弹越大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懂。所以有时候在要求下一代的时候小时候可能你要去调整但是到长大了你要去调它，可能就比较难。所以第二段就是我们要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品格修好，真的是这样子才能够去感召别人那第二段就是修道要常接近佛堂。刚才我们前贤都有讲，我们3000万就不离佛堂，不离三知识，不离经典，这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3000万，我们要牢牢的记住那我们相信，在界定佛堂的时候，因为佛光都普照嘛它是无形的，让我们感受不到的是它在潜移默化，每一个人的灵性，它都能够跟佛光来连在一块所以佛光有望道的光芒。所以当徒儿多一次界定佛堂，就都化掉了我们过去式的秉性然后软化我们顽固的心性，因为我们的心性在6万年来坦白讲都很顽固了而上天化解你们的时候，是让你们在不知不觉中渐渐的改变，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潜移默化当中，就是让你不知不觉当中，你慢慢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道亲在修道几十年后，他的整个人都改变了，他的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也都改了，但是他最亲近的人认为说没有改但是旁人看到的很清楚，他改了很多当然不是完全都改了都没有，但是比以前改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在修道是在每1分钟来修的，就26时钟我们都在修。那用什么来修？用我们的真理来修，来养我们的德性所以真正的我们徒儿要真正的下功夫这是我们老师跟我们慈悲的第2段。那第3段是修道是很幸福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认为修道是幸福吗？因为有些人他的道理，他对道理并不是很透彻的时候，他不一定是认为修道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老师在这里告诉问我们修道是很幸福的事情吗？其实看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修道是幸福的当然你要认理实修之后，真的明理，然后真的你才会感受到修道是幸福的事情。而因为懂得不妄求，老师就跟我们慈悲了，在《清净经》也告诉我们，因为如果你有妄求，像后学在做生意，如果有妄求我生意这个月要很好，那这个妄求的心出来，我们心就不安了不妄作得生安就是能够安身立命之道其实懂得面对环境与心境，刚才我们处长跟我们讲，环境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世界，那心境是我们的法界，我们怎么样去跳脱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到法界去看这个世界当然如果你能够在法界去看这个世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感恩的心，而且能够感动这是因为徒儿修道的一个见证。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得了道之后，真的在修道过程当中慢慢的去体证，而且来见证自己修道的一个改变，真的很多
那后学就报告到这里啊，不圆满的地方啊，请莲师各位浅浅给后学指教。上。好，感谢咱副领任慈悲。副领任最近后学一直在听他的分享。其实他说真的，我们开辟的这个读书会的平台，真的有很多浅显都进步很多，包括年轻的这些讲师，像我们思婷啊、黎香啊，还有文玲，很多个都真的在这个平台上真的是进步的太迅速了。后学拢惊到啦，真正惊到的。那后学呢再补充一个小地方就是讲有这个戴正公这名人的烧符，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时时心空如洗，内部随念转，外部为境迁。精勤锻炼，省之又省，方能成就。或许要谈的就是他谈到说省之又省，是安怎太折损的损，损失的损，就是咧甲因讲，因为咱过去应该拢有看过，有人问佛陀讲，你透过修心你究竟得到什么？佛陀说，我什么都没有得到。这个人说，那你修心做什么啊？佛陀笑着说，那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失去的东西，我失去了愤怒，我失去了忧虑，我失去了悲观、沮丧、焦虑不安，我失去了自私自利的这个贪嗔痴三毒，失去了凡夫俗子的一切无知、有习气有业障。所以呢我也失去了对老跟死亡的恐惧。为什么后学要再说这一段呢？因为咱的佛法是减法，后学一直在谈佛法是减法，不是加法。因为佛有的我们也都有，但是众生有的佛没有。我们多了什么？咱多了无着无印迄个四相，过来就是咱的三毒伫这个二元对立。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安怎佛有我们佛没有我们有的。那我们修道，我们修行，我们要学佛那我们就是要把多出来的这一些要把它删掉慢慢的去掉，省之又省，方能成就。如果你没有去除这一些的话，你要成就是很困难的是很困难的。好，那后面我们就请点传师慈悲点传师，请你搞完结尾收言。处长慈悲啦，大家都讲得这么好，那我们连跟各位线上的浅显们，大家晚安。其实后学听了大家的分享以后，都觉得说每个浅显处长领任还有浅显们的分享都非常非常的圆满，而且讲的都有讲到我们今天老师给我们提醒的这一篇的训文。那当然他第一句话问我们修道了没，那么各位浅显，我们知道修道是什么吗？我们人得一为大，那我们都是大人本来具足的一切的佛性本来就不用修，道不用修，淡漠污染。那在这个因缘之下，我们在世间法真的要如同我们刚才处长所说的，能够我们的思想思考能够进入法界，进入法界就已经入流了。那你能够看世间法的一切不迷昧，不让我们的贪嗔痴爱迷失在我们的十字路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修道的功夫。所以一定是要自我改变，自我改善。这个改变跟改善是非常重要的，感恩跟感动也非常重要。这篇的训文在后学读下来以后，后学深深的感悟到，只有改善自己，改变自己才能够影响别人。那只有感动自己，也才能够感动别人。修道是最幸福的，无比的幸福。只要你深入投入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原来修道是这么的简单，原来修道是这么的幸福，有这么多浅显疼爱着我们，有仙佛护庇着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前人、副前人，所有的点传师、前贤们是非常爱护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是非常幸福的。但是你要感受到这个幸福的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因缘之下，你才能够真的面对环境与心境。因为环境就是禅的功夫，心境就是定的功夫。所以说在这边老师跟我们说，面对环境与心境是禅定的功夫，离相离相，那内心不乱。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以感动感恩的心，每天都有这种心态的话，相对的我们就会觉得说修道是非常幸福的。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诵经的时间了，后续就不耽误大家，因为大家都讲得非常好最后祝福我们各位前贤身心愉快，我们的道务能够宏展，感恩感谢上天。好，感谢点传师点传师非常慈悲，感恩公家人精辟的鼓励那好，那感谢各位前贤，今天呢对我们这个读书会大家的共同扶持希望我们下一次能够有更多的人踊跃参与好，那祝大家晚安。来，领任交给你。好，你已经上线了吗？对，点传师各位处长、各位领任我们感谢大家一同来扶持这个读书会。好，我们等一下见，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大家晚安，拜拜。好，晚安。